家等我哋嚟重溫一下假天花施工程序嘅重點。按已經批核產品說明書嚟檢收假天花，認清楚品號同埋各種公製同英製嘅產品，必須配合不同場所嘅用途嚟選料。外欄嘅裝置更加要留意防風嘅設計同埋要求，應該考慮配合日後維修保養問題嚟選料，並且提供足夠嘅檢查生口。依照供應商嘅指引同埋則師嘅批核嘅 soft drawings 嚟顯示各種組件、開窿同埋收口嘅裝置方法，配合實地環境同埋則師嘅設計同要求嚟裝嵌假天花。開工之前必須要確保工作範圍內嘅泥水、油漆同埋其他機電設備要具體完成。假天花工友必須與承麥同埋各機電設備嘅工友互相配合，共識一齊，參考墨線同埋施工程序同方法。放置紙板假天花嘅時間要因應環境許可情況先至可以進行。所有假天花系統同埋假天花內嘅一切設備必須有獨立懸掛方法，並且互相配合。不同假天花系統一經批核後，必須採用供應商提供嘅一切配件。假天花嘅各種開窿位必須參考實物樣板，切勿徒手界切。喺建築地盤嘅所有工序，其實都有好明確嘅指示同嚴格嘅規矩。但係無論規條有幾完善都好，最重要係每一個參與嘅機構同每一個人都要衷誠合作，質素先至可以有所保證同埋進步。齊心合力，上下一心，提升住屋嘅質素，為人為己，提供一個理想嘅家居，係我哋建築業每一個人嘅份內事。